大家知唔知道每個人都肩負住一定嘅社會責任？呢個係我哋對社會上唔同人嘅承諾。透過參與社會議題，我哋能夠實現正面影響，促進社會嘅改變同進步。咁社會責任係咩嚟嘅呢？社會責任即係指社會嘅繁榮同福祉同我哋有關，亦需要我哋努力維繫。當中包括尊重他人嘅權利同尊嚴，照顧弱勢社群，關心環境，同埋積極參與社會嘅發展同改善。當中，我哋可以透過唔同方式，例如幫助身邊嘅人、捐款、教育、宣傳，以及做義工服務嚟積極參與社會上大小不同嘅議題嚟影響社會。咁樣唔單止可以培養我哋更關心社會同他人嘅需要，仲可以改變社會對特定群體嘅睇法，為改善社會狀況作出實際貢獻。你可能覺得一個人嘅力量好細，但其實呢啲正面影響可以產生連鎖反應，帶動更多人一齊做一啲事。例如，當我哋願意投入並積極關注弱勢社群、關心環境等，我哋睇嚟好似好微小嘅行動，可以激勵他人參與，形成一股正面嘅社會風氣。啱啱有提過要影響社會，可以透過參與義工服務嘅方式嚟改善社會上某啲議題。以下落嚟，我哋會講解下義工服務嘅細節。咁乜嘢係義務工作呢？義工有3大主要條件。首先，進行義務工作係自願性質，個人嘅選擇。第二，進行義務工作並唔係為咗經濟回報。第三，義務工作可以為他人同埋社會帶嚟正面嘅影響。咁義工服務有咩價值呢？義工除咗幫到人之外，仲可以帶嚟內心嘅滿足感。透過義工服務，我哋可以深入了解社會上各人嘅需要，從而作出實際貢獻，改善社會狀況。香港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義工機會，我哋可以參加學校或者組織籌備嘅義工活動，或者自發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而參與嘅方式可以分為3組，分別係： 1. 實地義工，親身到現場支援活動； 2. 網上義工，喺網上提供支援工作；同埋 3. 微義工，將義工服務融入日常生活，例如轉發有用資訊、分享義工經歷、呼籲行動等。呢3種類型嘅義務工作對社會、機構同埋服務對象都同樣重要。我哋可以將義務工作融入生活，將自己興趣同埋專長化為義工服務。無論你係擅長體能活動、寫作、設計，定係專業拍攝記錄，你都可以運用自己嘅專長技能喺義工服務裏面發光發亮㗎。總括而言，社會責任唔單止係一種義務，更係一種機會。透過義工服務參與社會議題，我哋可以實現積極嘅影響，促進社會嘅改變同進步。每個人嘅貢獻都能夠積少成多，為社會帶嚟重大嘅影響，令我哋嘅社會變得更加溫暖、公正同埋繁榮。